香港本地人唔買儲蓄型保險，反而好多內地人湧住落嚟買，因為大家都誤會保險就等於理財。但其實儲蓄型保單利率低、費用高、綁約長，中途退保仲會蝕錢。最大嘅問題係20年後錢仲係咪喺通脹之上？巴菲特早就講過，真正嘅投資唔係交出去幾十年唔喐，流動性嘅錢先係你嘅錢。至於點解大家都要嚟香港買，有人認為金融制度穩定，離岸操作靈活，但睇返今時今日嘅香港，經濟、恒指、房價同10年前早就唔一樣，好明顯仲要加稅，而且港幣嘅掛鈎未來唔確定，呢種風險唔可以當作冇。總結一句，選擇香港保險冇錯，但唔係唯一嘅途徑。理財要靈活，錢要放喺風險可控嘅地方，唔好輕易俾保險經紀話術帶走。關注我 Amy，多聽唔蝕錢嘅實話。